周姐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14号，公元2017年7月7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迎来第82个生日，世界各地的藏人庆祝达赖喇嘛82华诞。寻找回家，斯镇洛桑桑格参访班公湖。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公开声明，关切刘晓波现状。斯镇洛桑桑格对刘晓波健康状况表示担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举行援藏资金问题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2华诞之际，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于本周四7月6号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而正在印度北部拉达克进行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在列城度过了82岁生日，并接受了拉达克信众供奉的长寿永生仪轨。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与当地佛教寺院协会的代表，以及当地超过10万多名藏人和拉达克僧俗信众，为尊者庆祝了82岁华诞。达赖喇嘛尊者在庆祝活动上强调，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在庆祝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们都对我有着强大的信息和情感，但真正的情感应该通过行动来表达。请牢记我的建议，并得到实践。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达赖喇嘛尊者时称，达赖喇嘛是人类道德、非暴力、和平与宗教和睦的使者，以及20世纪最受尊敬的精神领袖之一。达赖喇嘛尊者先后将在首府列城、藏斯卡、努布拉、乔格兰萨尔向当地信众传授佛法，出席科学与佛教伦理研讨会，并参访拉达克藏人穆斯林社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出席了庆典活动仪式，并代表噶夏发表演讲。司政洛桑桑格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并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宣读了议会的致辞。本周四7月6号，数以千计的流亡藏人和印度民众以及各国游客聚集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城经院，庆祝了尊者达赖喇嘛的82华诞。印度喜马偕尔邦前工业部部长基仙卡普尔和印度国会下议院议员尼龙埃林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当天的祝寿活动。基贤卡普尔代表该邦政府和民众向达赖喇嘛尊者恭贺寿辰，并表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使得达兰萨拉成为最知名的和平与宁静的目的地之一。来自阿鲁纳尔恰尔邦的印度国会下议院议员尼龙埃林则表示，将会以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作为对尊者达赖喇嘛82华诞的承诺，并将在印度国会中提出有关西藏问题。两位嘉宾还分别为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和行政中央卫生部为流亡西藏儿童新编的课本和有关对流亡藏人民众在医疗卫生方面出版的新书进行了揭幕。Mark from Barcelona,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and share this ceremony with all this community. And it's a very special moment, and we are so glad to be here. 有什么想对尊者表达的祝福呢？就是生日祝词，可以说几句吗？在这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自由，很和蔼可亲。然后这里的藏民，我感觉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我祝福所有的人能够最后终于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因为我体会到了很多人其实还是非常的思念他们的家人。然后对法王的这个祝福，我是希望他老人家寿比南山。
另外，7月1号，韩国西藏之家在当地以韩语为尊者达赖喇嘛82岁的华诞进行了祈福法会。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吉尊白玛女士和驻新德里原代表丹巴次仁等约500多名嘉宾出席了活动。在台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于台北中医院大厦内提前举行了达赖喇嘛尊者82岁华诞祝寿活动。台湾前立法委员陈洁如、立法委员邱美女、立法委员林长佐以及部分台湾藏学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及其赞助人士等近500多名人士出席了庆祝活动。紧接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于7月5号前往在印度与西藏接壤的班公湖进行访问，并在班公湖边进行祈祷仪式，祈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司政罗桑桑格指出，从地理上来说，我今天站在离西藏只有几米的地方，但是从当前面临的政治局势来讲，西藏还离我很遥远。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对上周被诊断患有癌症晚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状况表达了深切的关怀。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听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从监狱中获释，我深感欣慰，但也因为得知他的身体切安，深表悲伤。尊者指出，当刘晓波起草08宪章，并提出中国需要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要求时，激励了数百名中国知识分子以及相关民众的共鸣。为此，我个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也发表声明，对刘晓波的身心状况不断恶化表示担忧。司政罗桑桑格指出，得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跪体切家，我深感惋惜。我敦促中国政府以人道主义精神，允许刘晓波及其家属出国进行治疗。司政还表示，我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如刘晓波等中国民主人士们的启发，世界的民主潮流逐渐触动中国。我乐观地认为，刘晓波先生对中国的民主意愿将很快会得到实现。此外，在刘晓波被诊断患出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德国和欧盟等国也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刘晓波出国接受治疗。上周四，6月27号，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会会长理查基尔的率领下，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代表边巴次仁等与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6名成员，从本月27号至28号举行了美国援助流亡藏人资金仪式研讨会。拨款委员会保证将努力恢复对西藏的援助资金回到2017年的水平。该代表团与15名参议员和众议院会面。代表团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罗斯莱赫蒂尼和吉姆麦戈文等进行了1个小时的会谈。随后，代表会见了议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哈罗德·罗杰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及议会议员蒂麦·考姆利姆等官员。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